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K 啊。咁今日嚟到咗呢一個九龍塘嘅傳統豪宅地段，為大家介紹一個咧同區非常之真巷嘅洋房項目，就係我身後面嘅嘉林啦。我今日就要為大家介紹呢一個2號屋。佢呢一度咧全部都係過4000尺，而且咧係非常之真巷嘅5房5套嘅戶型間隔。大樓嘅外觀非常之特別，因為佢係採用咗呢個鈦金屬嘅一個材質，係比其他一般嘅金屬咧造價高出7倍嘅喎。所以咧，佢喺唔同嘅時間就會折射翻呢個唔同嘅光線，有時係金色，有時係銀色。由此可見咧，發展商真係非常之落重本，係重金打造呢一個項目嘅。嚟呢個大堂嘅位置，用咗天然嘅黃水晶同埋混合埋呢個黃金嘅材質，去迎接你翻屋企嘅喎。加上上面呢一個意大利嘅豪華水晶吊燈。咁我而家就帶大家入去參觀下呢一個2號屋，係一個咧4400尺，連埋歐洲庭園同埋私家天台嘅一個間隔設計。大家睇下呢一塊嘅落地玻璃窗，估唔估到佢有啲乜嘢嘅特別呢？喺屋入邊啊，就可以清楚見到出邊嘅一個景色啦。但係出邊望翻入嚟咧，就望唔到屋入邊嘅情況，就係保障翻屋企人嘅私隱度。一個非常之真巷嘅歐洲庭園嘅一個設計。出到嚟呢一個範圍咧，向上望就會見到藍天白雲啦。呢個空間就可以任你想象去自行設計發揮啦。可以喺度咧打造翻一個私家花園啦，或者擺翻幾張嘅 coffee table。咁可以邀請翻啲閨蜜過嚟啦，一齊喺度嘆翻個下午茶。呢度嘅生活空間真係非常之闊咯，個樓底高度咧係有成4.4米。咁喺上面就可以掛翻2個豪華水晶燈，襯托翻呢一度主人嘅尊貴身份啦。除咗有內置樓梯之外，向前行咧，咁喺呢個位置啊做咗一個 powder room， 可拎嚟招呼翻親朋好友喺度簡單咁樣梳洗。由電梯可以直達到下面嘅車庫啦，同埋上到天台嘅喎。就算屋企有老人家都可以輕鬆去到唔同嘅樓層。空間非常之闊啦。首先係一個中度嘅吧台，咁全屋已經配置咗呢個歐洲頂級嘅家電品牌，有呢個 Miele 嘅烤箱啦，有呢個咧去到人咁高嘅一個紅酒櫃，同埋咧仲有呢一個雙門雪櫃，都用翻呢一個咧雪櫃界嘅勞斯萊斯10仙爐。咁K最中意就係佢廚房後面咧做咗呢個成塊嘅一個落地玻璃窗啦，咁佢喺度一邊備餐一邊欣賞翻出邊歐洲庭園嗰個好咁 chill嘅一個景致。咁而家跟阿 K 一齊坐去嘅私家 lift。另外阿 K 咧就非常之中意佢呢一個歐洲庭園嘅設計，係採用翻全落地玻璃窗啦，令到成間屋咧無論係1樓同埋2樓個採光同埋通風度都非常之好。咁喺呢個範圍都可以望翻下面嘅歐洲庭園啦。如果係自己打造翻一個私家花園嘅屋企，更加有生氣同埋活力嘅。係邀請咗呢個國際嘅著名設計團隊啦 TNT 嚟打造嘅。所以成個項目咧，佢用咗好多矜貴嘅材料嘅。咁就包括有17種唔同嘅天然石材啦，內置樓梯嘅把手啦，同埋呢一啲位置咧，你都可以感受到佢用料係幾咁矜貴。一見到咧，發展商真係不惜工本，務求咧去打造翻一個九龍塘尊貴嘅一個洋房項目嘅。就會選擇呢一個項目嘅客戶咧，相信本身都係睇中呢一度嘅名校網啦。咁呢就係位於41小學校網同埋九龍城中嘅校網，有好多我哋香港最頂尖嘅小學啦，包括鄰近呢一個喇沙同埋拔萃。為小朋友提供翻一個優質嘅教育資源。呢度咧就可以直望翻歐洲庭園上面個天井。而家咧其實已經係晏晝4、5點嘅時間，但係都會見到啲陽光照射入嚟，感覺非常之溫暖啊，同埋好光猛通透嘅。咁呢個房間亦都另外係準備咗一個咧衣帽間嘅範圍。而呢個獨立衛生間咧，亦都係大家最中意嘅一個名次嘅設計。咁快阿 K 嚟到咗2樓啦。咁2樓咧全層係有2個套房。咁可以打造翻一個專屬於主人嘅一個生活空間。我哋而家一齊入去睇下最靚嘅主人套房先。房最大嘅優點就係自帶翻一個生活陽台。咁另外主人套房咧成個面積差唔多係有400尺，已經係相等於我哋香港一個普通嘅2房單位嘅一個面積嚟嘅。所以空間係相當之闊落。咁喺呢一邊嘅範圍咧已經做咗一個特大嘅衣帽間啦，係放翻自己4季衣物啦，同埋啲珍貴嘅首飾手袋。而喺衣帽間嘅對面咧，就係呢一個非常之有氣派豪華嘅獨立衛生間。哇！大家睇呢一個主人套房衛生間有幾咁豪華高貴。呢2個洗手盆都用咗呢個天然嘅水晶做翻個牆。另外咧，你可以見到佢成個牆身同埋地板都用翻呢個意大利高級雲石啦，亦都係豪宅嘅標配。將呢個淋浴間同埋坐廁分隔翻開，做翻乾濕分離。加埋呢個鵝蛋型浴缸，我喺度一邊嘆 SPA，一邊欣賞出邊呢一個蔚藍嘅天空美景啦。加埋佢呢個熱毛巾架，咁成個配套就按呢個5星級酒店一樣，務求帶俾住一個最尊貴嘅享受。呢
一類5房5套嘅洋房項目咧，其實喺市場上面都非常之罕見。加上呢一度係位於正中大旺嘅九龍塘豪宅地段，由呢度步行去宋皇臺站，只不過幾分鐘嘅路程，仲要係5個站之內都可以去到呢一個高鐵站啦，又或者去過海去翻港島去翻工嘅。另外咧，如果你想享受翻大型商場嘅配套，附近都有呢個又一城、圓方啦，同埋海港城，可以俾大家去選擇翻嘅。咁嘉林成個項目只有5間中行嘅洋房，其中嘅 A 號屋咧就已經上出咗嘅，而家仲有最後4名嘅幸運兒。而咧只有頭先阿 Ken 介紹嘅呢個E號屋，就係咁多間入邊景觀最靚、最通透光猛嘅。但如果有大老闆想將佢全部買落嚟，自行打造翻一個家族嘅大屋嘅話，都完全冇問題嘅。如果你想獲取呢一個樓盤嘅詳細資料，歡迎去翻我個主頁度加翻我個微信啦。咁中意阿 Ken 介紹嘅話咧，記得點讚關注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